挑战我已经穿好势，您刚准备好啊？我上悬的是一个动物，嘛是动物啦，什么动物？紧嘞！甲好要讲啊要讲。哎呦，刚好要讲啊要讲。请问你上悬的物件是啥？圆红棍足长的。你上爱是啥？第一。啊！不要紧，看我后一关。收大啦！来，开始做舞，开始做舞。我伫后日在食饱啦。好对。较起来，较起来，好。小朋友来阿斯来秀嘞。我想要食肉粽。请用非常的了不起来做鼓。拜一个拜三下晡5点半。爱想看非常好看，非常了不起哦。水啦！